是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一行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1921大地震，我是第一批进入灾区的。那当时我们借了几只卡通人偶，希望去带给这些灾区的孩子快乐。一个小孩看到了人偶就跑出来了，没穿鞋，全身脏兮兮的，就跟在那个货车后面跑。第二个孩子看到了人偶，然后又继续跑出来，所以那一辆货车，当我们到那个国小的时候，其实后面已经跟了一大挂的孩子，可是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快乐。那个晚上对我影响很大，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在想，我是一个大众传播毕业的学生，我其实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从小伫热爱老兄弟姊妹用心照顾底下，本彭威廉深深感受到亲子关系对成人的心脏嘅重要。韩国彭威廉也喺歌唱当中积极探索学习，了解自家未来嘅志向。第9日大体统嘅时节，彭威廉受到重建现场嘅冲击，本季立志跳日如同传播事业当中。虽然经过物质经济当局嘅落差，韩国目前幕後工作操心心心靈前提嘅負擔。不過，佢還係堅持自家嘅理想。前2年喺去到大陸，親手打造屬於小我嘅親子樂園。喺兩下差唔多2-3年前，大陸先因為感受到政局不安、生活不容易，先策透過污水溝來台灣開山打拿。喺兩下嘅新竹新婦嘅移民廟，就係人講嘅保重天，也就係開山打拿嘅時節，學習嘅移民心靈嘅寄託，亦係逐漸提起客家人保衛鄉土、捍衛家人、硬頸精神嘅象徵。彭威廉就喺呢位客家莊出世長大。我小時候是在田野長大的，因為爺爺奶奶、爺爺丟扇和個天問爸爸，然後爸爸一直有一個很傳統的觀念，就是說，祖先留下來的地是不能夠被荒廢的，所以爸爸會種水梨啊，種玉米啊，然後水果啊，柑門但小時候我也沒人到啊，你們還柑門有10幾種。很小呢，爸爸就會教我們說，比方說什麼植物可以跟什麼植物嫁接，對不對？叫桃子樹的得讓嘛改成啊。對，接李子。梨子。對，所以我小時候很喜歡上自然課，因為從小知道爸爸跟他去山裡面啊，然後看到他的這個。比方說，他會教我們怎麼去嫁接一些東西，然後他會讓我嘗試。比方說，像那個接梨子呢，他都會讓我們自己試試看。那有時候我小時候就很愛逞強，我就很想要自己接。但是後來爸爸講，愛加北秋貓沒有接過，就是我試着去做的，幾乎都沒有接過。但是他就是會讓我有機會去試試看。彭威廉有3個阿姐。佢嘅阿哥，喺屋企佢係萬五，從小學開始就以阿姐阿哥為榜樣，從來冇本熱愛小離過。喺少年嘅家庭中長大，彭威廉當時就開始探索自家嘅心念老天分。爸爸，今日小時候已去嘅鐘樓哦。係啊，佢校慶嗰樣。民國73年啊，去的。這邊好像沒有太大的改變哈。橄欖樹長大了。對呀，就橄欖樹越來越大。100多年的橄欖樹。100多年。從小呀是讀書啊，前來讀書啊。條擺今年你忙足啊，7歲時讀書，我講，我哋都講嘅，見唔到嘅啦嚇，被讀家嘅，結果佢大學命當我讀書啊，係
就是安样涂上去。这个民众的人有喜欢啊，讲表姐讲哦，唱歌说你也听啊，多寂寞。民众人啊跳，台民众啊跳啊唱歌，阮家爸爸是来录音机录去啊，个录音带冇留去，你唔知跳落去咧。因为细细当会唱歌，去弹啊收音机啊弹就会唱歌。爸爸，你还记得他小时候的呀表演吗？啊，表演啦。爸爸坐这边。其实这个司令台有很多我小时候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是那个唱国歌的指挥，就是小朋友在底下呢准备要唱国歌的时候，我就要在这边三民主义，就是要把这个国歌指挥完。但是我小时候很会笑场，所以有时候我不小心看到同学们太严肃的话，我就会笑场，所以我就会一边指挥的时候一边笑，然后抖得很严重。这是我小时候的糗事。彭慧玲从小就为热爱，当然为到屋卡无限切切，所以兄弟姊妹就互相照顾，乡下读书，乡下教。老佢年纪最轻嘅三姐感情特别好。爱到慧玲差3岁。从小我们就感情特别的好，对。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小时候当武汉啊，然后既然爱巴到台的，专门爱到土豆台的啦，爱到巷道来，去是听到来啊。然后从小去当怪，唔会挑人，因为是老幺，当教戏，对啊。可是个性很好，从小就很有爱心。路上又看到小鸟受伤啊，然后其实我那鼠要来去撞去，然后我们就异想天开，会拿不开医药箱来去勾扰的，对啊，后来还会把它放出去，啊不晓得后来那小鸟有没有救活，我们是不晓得，但是他常常都会捧一些小动物回来，然后他也特别喜欢小猫，对，小猫咪从小就喜欢小猫咪。放好 Q 鸟儿呀，所以他的绰号叫鸟儿。其实我觉得我的姐姐她带给我很多的温暖，因为所有的喜怒哀乐，爱开心不开心的时间，爱体感上都会是很爱姐姐三姐姐，然后所以我们是永远都能够交换秘密的好朋友好姐妹。我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姐姐不知道的。然后去讲体改大女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那时候也因为柔柔的诞生而有了很多创作上面的灵感。那他们两个也因为我的关系，像芊芊现在也在学舞，就仿佛看到她，就是她的样子。我的姐姐常常说，小时候好像看到我小时候的影子。对不对？对，常常在家里看到小女儿的样子，就听过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对啊，学舞啊，爱唱歌，爱跳舞啊，爱搞怪啊，就是家里的开心果。聪明灵巧又挺有爱心嘅彭慧玲，从小就啲热爱嘅辛苦，辛苦呢每本热爱操心，是因为自家身体嘅因素，韩国对自家未来嘅规划老想法。是本热爱非常嘅小利。小时候是，囡仔小尿啊，当浪天还会浪到啦，还会浪到才会发烧，然后发烧啊痛，你中啊2年前是带宿舍啦，带宿舍，跳蛤蟆去到唔习惯啊买东西啊去啊，是要今日的每礼拜。是2摆的大天吧，就那，爸爸又发烧了啊是，还又去载机，也宿舍载机年终，先就年终啊，去载机，再去看医生看好，冇日久又冷到又创到亲接啦，个小店啊，然后是当宿舍，有冇啊查15个每个小店个宿舍有小店。个讲诶，许多啊，天啊差，你也天风火连啊，天风火连啊，一定啊，情缘啊，是唱到的人都不没好台啊，几好台的都你就都上大学哈是有好涨的。
只要去做空姐，俺唔愿意做。包括去大学毕业，永远系唔愿意做空姐。我讲你唔好，我上天堂哦，唔是继续会讲下咯。我飞机按到试试啊，俺唔系。包括去下边下面是亲自去长荣来做，俺唔愿意做。包括去国泰家人。讲跳去报名，叫妈咪，我要去飞了，俺要去做空姐了。我讲系咪冇做，把门喊人去做，做年人俺咪就担心。出门那些时讲妈咪，我要出门了，真的，个心肝咪太实体，我砸佢，用烧啊咩啊，容易讲烧。彭慧玲后来读新竹五中到水信新闻内，将毕业嘅期回到万新到世界各地旅行。看世界嘅夢想，出去報名考試發放嘅空姐。1999年嘅時節，台灣發生了本前多人一生人難忘嘅大災難，日本彭慧玲重新思考佢嘅人生志向。因為瑞百嘅救濟經驗，本彭慧玲就嗰日冇來離開兒童事業，並且個性嘅空姐，實現了自家嘅理想。從來冇想過，這樣開始嘅事業會有安泰嘅轉變。回來之後才面臨真正的現實考驗，就是當時我主持那個節目的時候，一個月的收入只有2000塊台幣。那我當時跟我10萬多塊的生活條件是差非常多的。但是那一段時間呢，也是因為那一份對理想的堅持，讓我能夠走過那一段，就是說物質生活是落差非常大的那個關卡。1999年9月21號，台灣發生瑞士規模7.3嘅大地震，造成千多人家破人亡，留下了千多千難消滅嘅傷痕。嗰兩時災情相當，千多災區冇田冇水。彭慧玲看到安嘅情形，就強下今日災區重建嘅行動，貢獻自家嘅力量。那時候災區呢，尤其是南投正央這個地方，他們的電池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們空服員就發起，就是你回台灣的時候，我們有我們的行李箱呢，手提行李箱，我們就帶着乾電池回台灣，送到災區。那我是第一批進入災區的夥伴，就是跟着東森幼幼台的一些工作人員進去。那當時我們借了幾隻卡通人偶，就是像比較知名的巧虎啊，或是 Teletubbies， 我們就借了這些人偶呢，希望去帶給這些災區的孩子快樂。於是呢，我們在開上山的時候，有些工作人員就穿起了人偶服，就看到沒有人傾頹的山區裡面呢，其實就一個小孩看到了人偶就跑出來了，沒穿鞋，全身髒兮兮的，就跟在那個貨車後面跑。第二個孩子看到了人偶，然後又繼續跑出來，所以那一輛貨車，當我們到那個國小的時候，其實後面已經跟了一大掛的孩子，然後全身已經髒兮兮的，可是我在他們臉上看到了快樂，所以呢，那個晚上對我影響很大。我們在這個災區陪着小朋友，我給他們說故事，然後帶給他們一些舞蹈，然後用人偶來愉悅他們。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告訴我說，其實是大地震發生之後，那個晚上是他們睡得最香甜的一個晚上。元旦就好成癮嘅彭慧玲，受到921救出行動嘅衝擊，開始有挑戰兒童傳播事業嘅想法。加上電視台都好計劃開設兒童專屬頻道，所以佢哋聽到成癮呢講嘅鄰國姐姐。其實，在還沒有電視台的蘋果姐姐的時候，我就已經誕生在災區了。當時我給孩子們說故事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身份，
他们有时候有些小朋友会说那个长腿姐姐，长腿姐姐，然后或是那个长颈鹿姐姐，高个子姐姐，我就觉得对我应该给他们一个代号。那因为我很喜欢吃苹果，然后同时我觉得苹果呢对孩子来说是最亲民的。比方说我们小时候数数的时候，老师会在黑板上画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所以我觉得，既然我要取一个属于我跟孩子之间秘密的讯息的话，我应该从他生活最亲近他们的一种水果出发。于是我就选择了苹果姐姐。当时的制作人跟导演呢，就一直希望我回来主持这个儿童节目，他们认为我喜欢孩子，很适合的。于是后来我就决定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是非常的快乐的。然后而且呢，我既然已经学了传播业这么多年了，大学4年我主修的就是大众传播，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能力来服务孩子呢？所以我觉得那个触动对我来说，是我觉得可以放弃我原先的工作，那于是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才面临真正的现实考验，就是当时我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1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块台币。那我当时跟我10万多块的生活条件是差非常多的，但是那一段时间呢，也是因为那一份对理想的坚持，让我能够走过那一段，就是说物质生活是落差非常大的那个关卡。准备1、2、3，眼神，睡觉，很好，继续，好成交。2000年节目的开播。林口姐姐就受到当欢迎，佢自家就想，佢涂嘅水果家草很有名，被前到偶像团体很卡有名。不过，林口姐姐为让成为演员自己，佢唔但想担任主持人，很卡多方向来参与幕後嘅兒童歌曲嘅製作，還自家出錢成立傳播公司，擔任節目嘅總監。製作前度非常優質嘅兒童節目，還有優上書。佢講啊，這係佢越聲音嘅經驗，剛才用半甜，用半辛苦，佢也知道當快樂。他算是比较认真的艺人。我所谓比较认真的话，除了他本身自己的才艺之外，他其实还大量的阅读，他还会看很多这方面相关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儿童心理学啦，或儿童的身心发展的这一块，他非常的愿意弯下腰来，蹲下来，然后去跟小朋友接触，然后从小朋友的高度去看孩子。我觉得这是在儿童艺人上面，我觉得难得看到的一个特质。对，很多艺人可能就是表演，那这当然也就 OK 了啦，那就是一个安全。可是维林他愿意为这件事情做更多，这比较难得的地方。小朋友，让我们把更多的爱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的。这个 OK， 好。對彭偉林來講，特權對兒童有意義嘅事情，佢會實猛落去做好。本成員呢看到最戰鬥、最精彩嘅演出，韓國特別同時對佢認真做設計下，這種堅強嘅意志力都還記得非常清楚。初期剛拍 MV 的時候，我們非常的辛苦，我們是真的從早上拍到隔天的凌晨，然後有時候可能裡面還在換燈，我們就自己默默拿椅子，然後看日出，就等那個太陽升起，然後我們還要再跳另外一首歌，然後有時候大概拍到很深夜到凌晨了，我們就開始聽到後面有一個人邊跳，發現很累了，他就不講話，他開始一直笑，就點到了笑穴。我們發現他開始一直笑，我們就覺得他開始很累了。就是累過頭，他不是靜止，他是反而是更誇張，對，然後就一直笑到都不會停，就不自覺的，對。因為他身體很不好，就真的曾經有一次就，他真的我們已經知道他硬撐了，撐到最後那一首歌停止的時候，他就昏倒，他完他就剛好倒下來，然後馬上製作人就打電話叫救護車，因為我們跳舞，他們就是要一直維持一個很漂亮的表情，他要保持一個很有活力的感覺。可是，在跳的時候，你都覺得他沒有問題啊，怎麼會導演一卡他就倒了？非常辛苦，意志力很重
对，意志力非常坚强，笑到那个牙齿都干了，嘴睛粘在上面，转身的时候点一下。我们是露在幕前的，所以要笑，一直笑。那笑到那个嘴唇都干了，所以笑的时候，那嘴唇会粘在牙齿上，放不下来，放不下来。然后我们只好在这个跳舞转身的时候，要赶快把嘴唇会有猴子表情出现。哎呀，小强比较传神，他们会有这种表情，会这样跳一跳舞。会有这种表情出现，因为其他小朋友看不到，因为我们可能站在他们后面，在他们转身面前，我们会玩吓他，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表情？对，我们是后来问他说，因为我。该亮时，佢谁摆到黏黏，还得有时间休息嘅练个姐姐。唔但强迫抗议到同时，都少讲佢嘅身体嘅状况，看话佢无按勉强之家。前到見幾人看到佢頂線正正嘅外顯，還個高高瘦瘦嘅身材，就來簽佢，希望佢轉型做認真又係講新聞主播。雖然講要前到當好嘅機會，不過彭慧玲也是堅持當初嘅想法。我一直知道什麼叫做一本初心，就是說你的本念是如何的時候，不管外在的環境如何的改變，我不能夠改變我的初衷。就像我主持兒童節目這麼長時間以來，我身邊有很多的貴人，或是傳播界的大佬，或是傳播界的大哥大姐，他們都希望我能夠轉型。有些人希望我轉型當新聞主播，然後也都幫我鋪好路了。然後有些人希望我去演電影，也都劇本角色都幫我設定好了。那有些人希望我能夠去主持比較綜藝類型的節目。但是呢，我都沒有離開我這一條兒童的線上，就是因為我覺得，既然我今天回來，我不是想要一夜成名，我不是想要用我的名氣或是什麼來服務我自己而已，那我就必須要堅持我剛開始我回到這個行業的初衷，我是希望用我的能力或是我的形象，帶給孩子這個區塊的小朋友一個快樂的。2004年，今年台灣嘅12月，無人唔為5年是水果加速。電視台也看好未來嘅商機，雖然老令個姐姐暗方嘅異名賣下來，不過佢講冇愛。彭慧玲也因此離開，到佢嘅兒童編導工作。2013年，由中國大陸嘅業者繞場機，強下到廣州打造另外一隻兒童天地。有點出佢嫩嫩嘅熱情。喺中國大陸發展冇人改，所有嘅事情都係自家來，就連建築狀況都係一手包辦。整個空間裡面到底哪邊要放插座，就連細到插座我都必須要設計。所以以往不懂的東西呢，在這邊是快速的累積我的能量。就是有些不懂，比方說像這到底是要用3釐板呢，還是5釐板？像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已經快要完成了？因為他們已經批灰了。2013年6月，彭慧玲受判定業者嘅繞場，到中國大陸發展兒童事業。經過多方嘅考慮和參詳，佢先設和廣州嘅業者合作，開始規劃
另个这古时屋的亲子酒店。他第一次因为见过面，也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们真正就坐下来谈我们大家共同合作这个项目。其实我当初在聊的时候，其实我对孩子这个项目，还有对孩子的在这方面的一些经营理念确实不懂。那大家经过1个月多的相处，那他也安定下来，就我们就发现，哎，孩子这个事情不单单是一个生意的问题，也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单一孩子，所以都是最宠的过程里面。但通过苹果，他在台湾这么多年的一种对孩子教育的一种认知，还有他对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哎，我感觉这个可以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可以搞得小朋友更活跃，令到他们活得更开心。当时这边还是土建，都是工地的。那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在台湾的儿童节目主持的阶段性任务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有水果家族之后呢，已经又有了昆虫家族、月亮家族，有好多的家族出现了。当时还没有人愿意耕耘儿童节目的时候，我努力耕耘了。那后面的人看见了，哎，其实这是一块可以耕耘的市场的时候，他们愿意投入了。那现在大家已经很关注台湾的孩子了，所以我觉得我的阶段性任务其实可以告一个段落。那我也很开心，后面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投注在孩子身上，所以来到这边，我觉得它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阶段。那在这个儿童的权利、儿童的福利，或是儿童的成长教育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普遍缺乏关注的。那于是我想要把台湾的我过去做过的幼儿教育、亲子教育的这样子的概念带来广东这个地方，所以就这样开启了这个姻缘。除了强势之后，彭伟林啱先開始打造一家心肝肚嘅蛇窩樂園，將介唔講透強人，當然帶你 enjoy 到現場感官，甚至開始學習建築專業知識。现在呢，这边已经快要完成了。其实我刚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们都笑我说，从一个女明星变成一个女工头。对，因为我签6张页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我都是在监工的。在台湾，我是负责设计完之后，事实上是不需要监督的，有一个专业团队马上帮你完成。可是在这边不一样了，这边包括这个所有的电路的设计啊，我其实都要自己设计的。比方说，像这边要亮灯，我要告诉他这个是强电还是弱电，然后这个整个空间里面到底哪边要放插座，就连细到插座我都必须要设计。所以以往不懂的东西呢，在这边是快速的累积我的能量，就是有些不懂，比方说像这到底是要用3厘板呢，还是5厘板？像为什么我会知道这已经快要完成了？因为他们已经批灰了，所以很多的那个专业术语来到这边就学会了。1、2、3、4、5、出體講到工體趕工，彭偉林也喺當地重新展現幼稚兒童嘅後生人，向下為社會打造歡笑，不管係跳舞、剪輯。也係表演訓練，全部都自家來，從來唔是平人，竟然為各項技術訓練都非常重要，因為佢哋大概面對嘅係2到7歲嘅成人啦，冇拿出最親切、最專業嘅態度，係千難打動社會嘅心。展開翅膀，消失在夜空中。萍姐教我们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说真的，我是一个不怎么会笑的人，大家都看我样子觉得我冷冷冰冰的，对不对？然后呢，萍姐说，其实呢，我内心可能是藏着一点东西吧，需要被挖掘出来。对，
然后他教会了我微笑。我现在上到舞台，我会有很自然的微笑。有一次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小朋友他不理我，他很沮丧啊。那时候萍姐就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首先呢你要蹲下身，然后跟他的视线要齐平，然后他才会放下他那个戒备心在里面。然后那一刻我知道原来跟小朋友交流是有这么大的技巧在里面。平时生活就会很关心你，就大家很融洽，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严肃，因为他要求工作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得很好，这是他要求的。就像我们如果要上舞台上面表演，或者表演故事的时候，他都要求我们每个哥哥姐姐着装要整洁、要整齐，还要特别是女的姐姐们呢，都要那个装扮都要戴上头饰呀，还有化妆上面的都要做得很好，因为他觉得每个小朋友过来这边玩呢，都需要给他们带走最好的东西，而不是敷衍他们的东西。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敷衍别人，都是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对于工作，彭慧玲總係非常嘅啱挑而教徒。不過喺生活上，佢很較像係天然嘅大家長，照顧特色嘅生活。因為佢哋得到啲外向來嘅同時，落啲強人都雙頭嘅上屋卡。外表看起來當健康嘅慧玲，見白嘅聲音喺辦公室嘅時間，總係被拍攝。很卡上台灣嘅親人老朋友，但是到了上午卡的時間呢，我是不看到了，因為我最細這三姐姐呢，伊讓我感情最好。然後我出國之前呢，佢送我一個也係故鄉的泥土。其實他送給我的時候，他就抱着我哭啊，因為他知道我這一去呢，可能會要很久之後才回來，他就跟我說。就是想家的時候，就看看這個故鄉的泥土，然後還親手做了這個平安2個字在上面，這就是我最珍貴的禮物了。我的妹妹從小柔弱，就是這樣，當教師也是嘛，也還會帶着工地媽在工地出現，然後我就覺得說非常捨不得。然後那時候她要去的時候，要去大陸的時候，我就覺得說那。因為會很忙，所以我們可能就是不能常常見面。對啊，那我想說，其實他身邊什麼都不缺，我不知道該送什麼讓他帶去。後來我覺得說故鄉的泥土，對，就是希望他在那邊不會水土不服。回鄉嘅路黯然啊！彭慧玲雖然離開屋企人來到廣東，不過最想念屋企嘅。其實係佢哋台灣嘅阿爸，阿爸創頭2年，想將廣東去自主，利用啲大量鏗鏘有限嘅時間，將盤點稻谷嘅人土基陣烹家嘅種子，完成阿爸嘅心願。因為我以前來彭姓的這個老祖宗的祖廟，那聽我爸爸說呢。爸爸講，我係第8代來到台灣，事實上應該是第23代的時候呢，我們就彭姓的彭烈瑞祖先呢，他們就遷徙到了台灣，到台灣去開墾。所以呢，今天也是我第1次來到我的最古老的故鄉了，就是廣東的海陸豐這個地方。其實看着那個海陸豐的這個標誌牌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心裡其實是很激動的，因為我的父親呢，從來都還沒有來到廣東，然後尋找自己的根。那我是代表他的第8代了，那我的父親是第7代，所以他昨天跟我通電話的時候，其實我爸爸也是很激動的。爸爸就告訴我說，亞下東亞台就轉來廣東，就是告訴我說。一直到你這一代，你又再度回到廣東了，所以其實現在心情就是有一種帶着爸爸的使命，然後一起來探尋他的故鄉的感覺。但是這裡耶，真的，我爸爸講
我是到延年宫来哎，所以真的就是这里，哇！所以这边真的是我的主祠了。你系第一次到广东，然后到我的祖庙，看到我的家训，就是延年宫家训。事实上，这个在我们的家谱里面呢，其实是有的，但是长那么大，那是小时候看的。那俩哈长大之后，看得懂字之后，其实这是第一次站在我的老祖先的宗祠里面念着这个家训，那种感觉其实很不一样的。转到祖先迄大嘅位所，时常转到老屋看到其他人穷人暗贴，也像本社偶尔伫另个这故事屋地图，心动梦想嘅乐然。彭威廉也伫彭家嘅主持当中，听到流传千年嘅家族传统。喂，洪爸爸。哎，爸爸，威廉啦。爸爸，你下转到彭家嘅主持来。哈，喺度到海陆丰呢度。哈。你好，看到你彭祖诶，祖先最祖宗的那个主祠嘞。好，跟下次有机会你就同下真来主祠。好，真来记住。对彭威廉来讲，100年前祖先离开广东到台湾打拼，这下佢大年理想来到广东，虽然仲咧讲系广宗饶族。不過轉到呢一位，佢嘅心肝度有一份熟悉嘅故鄉情。從來往時落個做客嘅彭威廉，轉到台灣啊，就實本熱愛吃食，佢哋睇了自家研究發展出來嘅美式料理。大煮那個菜。媽咪，你要過來？不是啦，媽咪。煮了最後，那是不那些。今天你要享受，你不要犯規啊！對啊。今天要享受啊，煮溫情，起臭嘛。煮來吃嗎？煮來吃啦。煮了最後，那你還要嗎？煮。你不要管我啦，莫管我，莫管我，你休息休息。來，叫你按煮菜。好。經過人員嘅失望，2014年親子酒店日開幕，是受到當地熱烈嘅回響。近排2日，總係接連加100屆、加1000屆生意呢。在兒童樂園地圖，透過最精彩嘅親子家庭日，除了專門為兒童設計嘅房間，室內娛樂區、親子 DIY， 還有各種兒童 party。最重要嘅還有另個故事屋，希望本成員呢利用高嘅歌唱，不幸當中本記得學會正確嘅親子關係老互通。在台灣呢，其實我一直想要買一片山頭蓋像今天像這樣子的樂園。因為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實體樂園，小朋友除了可以在電視上感受到一些快樂之外，還有一個實體的樂園是他們可以親自感受的。一開始的時候，我有點擔心，到底我用台灣的這個親子互動的這個遊戲啊、舞蹈，還有說故事的方式，孩子跟家長是不是能夠接受呢？但是呢，我很開心的，就是覺得其實只要我們真心的關愛他們，然後真心的想要帶給他們快樂，他們所有的人的反應其實跟台灣的孩子是一樣的。其實在這邊呢，有好幾次的相遇是非常的感人的。就有一個家長從進來第一刻呢，就一直問工作人員說：“蘋果姐姐是不是會來？”那後來呢，在這個 party 結束的時候呢，我就跟他們相見了。那我才知道他們其實是從台灣來的。我就覺得說，其實現在因為我來到了廣州，慢慢的也有很多的粉絲因為我而來看我。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另外一種，對我來說是疏解了我的鄉愁的另外一種方式。
在开幕认真问题之后，彭慧玲开始思考样板回馈社会，因为佢认为儿童教育事业总得是天地商业行为，更多嘅关怀应该留本汉卡弱势嘅社会老家庭。其实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拨出20个客房，来给外来工子女，就是比较贫困家庭的子女，透过小朋友的努力成绩的表现，透过小孩争取到可以带爸爸妈妈来2天1夜游，免费的，全部免费提供给孩子。这是我一开始跟这个林董事长合作的一个最大的我们的发心。今年呢，其实我跟我的 partner 林董事长，我们2个人呢的立定的志愿，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为偏远的山区的小朋友盖贫困姐姐故事屋所支持的图书馆。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一些比较贫苦的这个国小，他们其实在课外读物的资源是非常缺乏的。但是我们知道，一本书可能开启一个小朋友的视野跟心灵。所以这是我故事屋最大的理念，希望能够推广阅读，然后让这个书的世界、书的理念改变孩子的一个人生的观念、品格的教养。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故事屋这件事情呢，这个据点开始慢慢的到偏远的山区去盖他们的图书馆。彭慧玲伫亲子盘点嘅神奇，情节伫大陆其他身份敞开。北京文化部中国下一台教育基金会是邀请彭慧玲担任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艺术学院嘅客座教授，不停许多大陆各地服务偏远地区嘅社会。唔但像安阳人，佢喺创头利用有限嘅时间，才能实质回去救济当地贫困家庭。佢讲啊，有啥就有得。得到虽然唔係物質嘅享受，不過也得到程度嘅懊惱，心感度總係知道嫩嫩嘅幸福。本来其实这边还有2个台湾人的，但是呢，台湾人来这边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所以说这2个伙伴也离开了。其实这就是一份理想事业吧，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理想跟对一个理念的坚持，才能够坚持得下来。像我到台湾，我有12个衣橱，然后我有去盖1间更1间。那生活当中呢，我可能有经纪人陪我，我有我的助理，那我有我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家里呢，这个洗衣服啊、吃饭啊、3餐这些都不需要担心。但是来到这边，我突然觉得，哇，原来洗衣服的速度是会赶不上换衣服的速度的，这是我第一个体会。那但是呢，来到这边呢，我只有2个衣橱的，2个衣橱在一开始来的时候是装不满的。那我突然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呢需要的东西不多，但是想要的东西很多。其实我们一些东西就能够满足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填满的时候，其实外在的东西是不那么重要的。对，所以这也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重新在这边之后，我开始懂得怎么样学习要照顾自己，要自己做菜，然后菜没了、饮料没了，要去这个 supermarket 把它买回来。对，所以我讲起台湾的时间，我妈妈讲，哇，我的女儿长大了，因为我会做菜给我的姐姐吃，会做菜给我妈妈吃。自從到大陸拓展兒童事業之後，彭慧玲就當上轉台灣嘅屋卡。這係彭慧玲轉台灣之後，訂當叫嘅家庭詞彙。一下見擺轉到台灣，天才準備好當澎湃嘅食材，親自來煮。佢講，這是一隻上真嘅意義，希望讓佢哋這隻萬五啊已經大咧。莫過會去到安然嘅機手裏啊！大煮那個菜，媽咪，你要過來？不是啦，媽咪。煮了得好，那是講那些。今天你要享受，你不要犯規啊！對啊。今天要享受，我煮飯食起湯嚟。煮得出嗎？煮得出啦。煮了得好。
你来嘛做？你不要管我啦，莫管我，莫管我，你休息休息。来，这边爱煮菜。好。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不会做菜的。今天不准烧犯规，要好好享受，我要煮一顿大餐给她吃。好，最后一道菜咖喱鸡肉，上菜了。小朋友最喜欢吃的。来，好。唔想个牛排馆做来啊。因为爱的里面。妈咪喜欢爱做以后是吗？不是，有氧不会，有氧不会好。有进步吗？有。熱太了啊！我覺得熱太了學自家學煮個青龍食。我啱唔食咖喱雞啊，啱唔食。係啊。咖喱雞樣好食。如果炒板條，來老你的好哎，客家人的精神。客家人板條。其實今天覺得很幸福，因為大概有半年沒有回家了。有半年沒到爸爸媽媽韓國在這的台灣相聚，所以呢這一頓飯覺得吃得特別的溫馨，對不對？因為呢，其實兩頓飯最簡單的事情，其實是最幸福的。所以我覺得雖然是一起吃飯做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卻有一種很飽滿的幸福。對彭偉玲來講，從細地熱愛了阿哥阿姐保護大廈成長，本佢度過了快樂美滿嘅童年。佢也希望大家成年呢都做得了佢強壯，得到當好嘅教育啦關懷。所以，佢嘅心肝度，亦只有咗當大嘅信念，佢相信總有一日天朝做得實現。我希望呢，做得讓娛樂與教育結合的蘋果樂園這樣子的實體還有理念，複製到中國的各個省份，甚至是全世界，讓所有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在快樂的童年裡面長大。夢想家人台，山台裝唔下，不過假使唔裝嘅自家嘅山台，讓夢想讓大家共下分享，可能就做得偉大嘅成年啦。安上日甲，伴所有嘅兒童在夢想當中快樂起飛。不管有錢冇錢，伴大家細偶爾就會感受到愛樂歡樂。呢下就係彭偉玲為成年呢打造嘅一隻最甜最正嘅夢。